夏天老人家最危險嘅時候，未必係喺太陽底下曬到成身汗，亦未必係熱到個口乾晒。最危險嘅反而係身體入面明明已經缺水，自己仲覺得冇乜事，甚至連一啖水都唔想飲。你聽我講完先，後生人熱得滯，口乾喉渇，自然會揾水飲。但人上咗年紀之後，身體發出嘅提醒，有時會慢半拍，個口未必即刻覺得渴，個腦亦未必馬上提醒你，但水分已經喺出汗、呼吸同排尿裏面一點一點咁流走。等到你突然頭暈腳軟冇精神，行兩步就心慌，坐低之後又唔想起身，好多老人家第一時間仲以為只係天氣熱，抖一陣就冇事，又或者以為血糖低、血壓唔穩，食粒糖、飲杯涼茶就得。但問題往往就出喺呢度，有時唔係你無端端老得快，亦唔係身體突然冇力，而係你已經缺水，只不過自己察覺唔到。我識得一位街坊，大家叫佢陳伯。陳伯71歲，平時身體唔算差，朝早6點幾就起身，落公園行2個圈，同班老友打下太極，捉下棋，傾下新聞。佢成日同人講自己後生嗰陣做地盤，30幾度高溫喺太陽底下曬足，一日都照樣頂得住。依家只係落公園行幾步，邊有咁容易出事？舊年夏天有一朝天氣特別焗，朝早唔到8點，太陽已經曬到地下反光，空氣好似停咗喺半空，一啲風都冇。陳伯照樣落去行路，仲同班老友捉咗幾盤棋。坐喺樹蔭底嗰陣，成班人輪流拎水飲，得佢擺擺手話：我都唔渴，飲咁多做咩？一陣又要周圍揾廁所。呢句話好多老人家都講過。怕夜尿多，夜晚唔敢飲；怕出街揾唔到廁所，朝早唔敢飲；怕飲得多會水腫，成日忍住唔飲，忍下忍下，自己仲覺得幾精明，以為少飲幾啖就少一份麻煩。但身體嘅規矩唔會因為你怕麻煩就自動遷就你。陳伯嗰日喺公園出咗好多汗，件背心濕咗大半。返屋企途中，佢又去街市買咗一大袋餸。行到屋企樓下嗰陣，已經覺得對腳有啲浮，個頭輕輕地，好似踩喺棉花上面。但佢冇當一回事。返到屋企，陳伯第一時間打開雪櫃，拎咗一罐凍汽水，幾啖就飲晒。飲完嗰一刻，喉嚨的確舒服，成個人好似醒返少少。佢仲同老伴講：你睇邊使飲咩暖水，凍嘢先真正解渴。點知過咗半個鐘，問題就嚟。陳伯坐喺梳化，開始覺得個心跳得有啲急，個頭越來越暈。佢想企起身去洗手間，雙腳突然冇力，要扶實張台，先至冇跌低。老伴一睇，嚇到即刻打電話叫個仔返嚟。個仔一入門就見到爸爸塊面冇乜精神，嘴唇有啲乾，講嘢又比平時慢。再留意一下，朝早到中午，陳伯只係去過一次廁所，尿色仲深到好似濃茶咁。後來屋企人帶佢去檢查，幸好冇大礙。醫護人員問清楚先知道，陳伯朝早出門之前，淨係飲咗2啖茶，喺公園曬咗一輪，出咗成身汗，中間一啖水都冇飲。返到屋企就一次過灌凍汽水，表面睇佢飲咗嘢，實際上嗰罐汽水只係暫時壓住口腔嘅熱同乾，唔代表身體真正補得返。我後來同陳伯傾偈，佢仲有啲唔服氣。佢話：我以前做嘢熱到40度都係咁過，點解依家行下公園就頂唔順？我同佢講：人老咗最怕就係用後生嗰套方法對付今日呢副身體。你年輕嗰陣身體好似一個大水庫，容量大，調節又快。今日出多啲汗之後飲返水，食返餐飯，身體好快補得返。但年紀大咗之後，身體調節水分嘅能力未必再好似以前咁靈活，加上有啲老人家長期食血壓藥、去水藥，
或者本身有血糖、心臟、腎臟方面嘅問題，飲幾多、幾時飲、點樣飲，更加唔可以亂嚟。當然，我唔係話所有老人家一頭暈就一定係缺水，頭暈、乏力、心慌可以有好多原因。症狀明顯、持續唔退，或者成個人好唔舒服，一定要盡快睇醫生。養生最忌就係自己估，見到一個症狀就亂扣一個答案，往往先係最危險。不過日常生活入面水分不足呢件事，真係好多老人家都會忽略。照中醫嘅講法，身體裏面負責滋潤同濡養嘅水分叫做津液。津液唔單止係你飲落肚嗰杯水，仲關係到口鼻、皮膚、腸胃、排便同埋成個人嘅精神狀態。夏天氣溫高，陽氣向外，皮膚燶理打開，人自然容易出汗。汗出得多，身體嘅津液亦會跟住耗。老祖宗講養生，最重視出入有道，陰陽平衡。該出汗嘅時候，完全唔出汗，未必係好事。但汗出得太多，又唔識補返，同樣會令身體吃力。所以夏天補水唔係一句飲多啲水咁簡單。有啲人一聽到要補水，即刻拎起個2公升水樽，逼自己一日灌晒。朝早成朝唔飲，下午突然記起，就一次過飲3、4杯。剛剛行完路，出完成身汗，馬上對住冰水大口大口咁灌。呢種做法又係由一個極端行去另一個極端。水飲落肚之後都要經過身體慢慢消化同調節，先可以送去需要嘅地方。你一次過飲得太急太多，個胃會脹住唔舒服，有啲人仲會反胃冇胃口。尤其老人家脾胃本身比較弱，冰水一下落肚，成個人即時打冷震，肚腹唔舒服，之後連飯都唔想食。好多人成日問，我明明飲咗好多水，點解個口仲係咁乾？有時唔係你完全冇飲，而係飲法錯咗。你由朝早飲到中午，身體一路消耗，等到個口乾到頂唔順，先一次過灌一大杯，杯水落到個胃，身體未必即刻用得舒服。過一陣你又去廁所，你以為自己飲得多，其實補得並唔平均。陳伯就係咁，佢平時怕去廁所，日頭刻意少飲，等到真正口渴就靠汽水、凍檸茶同甜涼茶，一杯落肚，又凍又甜又刺激，入口嗰一下的確舒服。但飲完冇幾耐，個口又乾，佢就再飲第2杯。我問佢：你飲完之後係唔係一開始覺得好舒服，但過一陣反而更加想飲？佢諗咗一陣，點點頭話：又真係喎。呢個就係好多人分唔清嘅地方。個口覺得涼快，唔等於身體真正補到水。飲品夠甜、夠凍、夠有味，亦唔代表適合老人家長期用嚟解渴。有啲老人家仲鍾意自己煲一大煲涼茶，覺得夏天出汗就一定係熱氣，涼茶越苦，清熱效果越好。每日當水咁飲，飲到個胃唔舒服，大便稀，成個人冇力，仲以為自己係排緊濕毒。你聽我講完先，夏天的確容易熱，但唔係每個人都適合日日飲寒涼嘢。尤其本身容易手腳凍、胃口差、食少少生冷就肚瀉嘅人，再將大量凍飲同涼茶灌落肚，可能津液未補到，脾胃已經先受唔住。真正養生唔係邊樣食物、邊杯飲品聽落最厲害，就日日食、日日飲。養生講嘅始終係分寸，係識得睇自己身體當下真正需要乜。陳伯經歷過嗰次之後，個仔買咗個有刻度嘅水杯俾佢，叫佢唔好等口渴先飲。朝早起身飲幾啖，出門之前飲少少，喺公園行完一圈又飲少少，唔使一次過飲成大杯，更加唔使逼到個胃脹晒。一開始陳伯仲嫌麻煩，後來做咗1個星期，佢發現下晝冇以前咁容易頭重重，個口冇咁乾，連大便都順咗少少。不過單靠飲水仲未係全部，有啲老人家真係唔鍾意飲太多清水，亦有啲人胃口細，一次飲多少少就覺得個肚頂住。呢個時候
日常食物裡面嘅水分就可以幫上一把。但你要記住，我講嘅唔係叫你用水果完全代替水，更加唔係見到補水食物4個字就一次食一大盤。特別係血糖高、腎功能唔好、心臟功能較弱，或者醫生已經叫你限制飲水嘅人，一定要按自己情況處理，唔可以照搬人哋嗰套。陳伯嗰次頭暈之後，屋企人最初都好緊張，個仔仲特登買咗一箱樽裝水返屋企，擺喺飯台、床頭同門口，叫爸爸記得飲。但過咗幾日，個仔發現箱水幾乎冇喐過。陳伯見個仔問就話：我又唔係冇飲，朝早飲茶，中午飲湯，下晝食水果，咁咪有水咯。好多老人家都係咁計算，覺得飲過茶、飲過湯、食過水果就等於一日水分夠晒。水分來源的確唔止白開水，日常食物一樣可以幫身體補充水分。但最關鍵嘅唔係有冇食過，而係食咗乜、食幾多、點樣煮，同埋適唔適合自己。陳伯個仔後來揾咗一位做營養相關工作嘅舊同學，請佢同爸爸慢慢講。人哋冇一開口就叫陳伯戒晒所有嘢，亦冇俾一張複雜餐單佢，只係叫佢先做一件事，連續3日將自己由朝到晚飲過乜、食過乜簡單寫低。3日之後一睇，問題就好清楚。朝早1壺濃茶，去完公園冇飲水；中午1大碗老火湯，但湯煲得幾鹹；下晝1罐汽水或者1杯凍檸茶；夜晚有時食幾大件西瓜。陳伯覺得自己全日都有水落肚，但真正清淡穩定、少量多次補充嘅水，原來少得可憐，反而糖鹽、咖啡因同冰凍飲品就食落肚唔少。各位朋友同佢講，陳伯唔使一下子改晒，每日食飯嗰陣加入幾樣水分多、煮法簡單嘅食物，飲品就慢慢減甜減凍，身體舒服咗，你自然會願意繼續做。第一樣加落餐桌嘅就係青瓜。青瓜呢樣嘢，街市1年4季都有，夏天更加常見。切開之後水分足，入口爽，好多人一講補水，第一個就會諗起佢。陳伯以前都食青瓜，不過佢最中意雪到冰冰凍凍，再拌好多醋、糖同辣椒油，食嗰陣好開胃，但食完之後有時個肚就咕嚕咕嚕，夜晚仲會肚瀉。後來老伴改咗做法，青瓜唔再由雪櫃一拎出嚟就食，而係先放一陣，等佢冇咁凍，切薄片之後加少少蒜蓉同醋，唔落太多糖，亦唔落一大堆辣椒油。有時就用青瓜炒雞蛋，輕輕炒熟，老人家食落更加溫和。陳伯一開始嫌唔夠刺激，話冇以前咁惹味，但食咗幾次之後，佢發現個胃冇咁容易脹。食完亦冇再成日肚瀉，所以同一樣食物，生食、凍食、熟食，對身體嘅感覺可以完全唔同。如果本身脾胃好，平時食生冷冇乜問題，青瓜洗乾淨之後適量食，的確清爽。但本身容易胃寒、肚痛、大便稀嘅老人家，就唔好見人哋話青瓜補水，自己一次食成大碟，仲要雪到冰凍先入口。養生唔係同人鬥食得多，而係食完之後身體受唔受得。第二樣係番茄，番茄水分多，酸酸甜甜，天氣熱冇胃口嗰陣，的確容易入口。但陳伯以前食番茄有個習慣，就係切開之後鋪滿白糖。佢話細個屋企都係咁食，番茄加糖先夠味。老伴同佢講：你本身血糖已經喺邊緣位置，仲落咁多糖，食番茄就變咗食糖。於是屋企改成番茄煮蛋、番茄豆腐魚湯，有時就切幾件新鮮番茄配午餐，唔需要額外加糖，湯亦唔使煲到好濃。番茄煮熟之後軟身，牙齒唔好嘅老人家都比較容易食。加隻蛋，加少少瘦肉，已經可以做一道餸。重點係唔好落太多油，亦唔好為了調味落幾時糖落去。
陳伯食咗一排，發現天氣熱冇胃口嗰陣，一碟番茄煮蛋比起油膩煎炸嘢真係容易入口得多。第三樣就係廣東人夏天好熟悉嘅冬瓜，一到熱天，好多家庭都會煲冬瓜湯。冬瓜本身水分多，煮軟之後容易食，的確適合放入夏天餐桌。但問題係，好多人將食冬瓜補水變成日日飲幾大碗濃湯。陳伯屋企以前煲湯，好中意落鹹豬骨、瑤柱、火腿，再加一大匙鹽，湯煲到奶白色，飲落非常香。陳伯一口氣可以飲2-3碗，飲完仲覺得自己補足晒水。但湯太鹹，飲得多個口反而容易乾，尤其本身血壓高、心臟或者腎臟功能唔好嘅老人家，鹽分更加要留意。後來老伴煮冬瓜改成清滾湯，幾塊冬瓜、少量瘦肉，落2片薑，煮到冬瓜透明軟身就得。鹽落少少，主要食冬瓜同餸。湯飲1小碗，唔再當水咁一碗接一碗。有時就將冬瓜切粒同冬菇肉碎一齊煨，咁樣既食到冬瓜裏面嘅水分，又唔使靠大量飲湯。我成日同人講，老火湯係飲食文化，可以飲，但唔好將佢神化成萬能補品。湯煲得濃煲得耐，唔代表一定更加適合每一個老人家。尤其醫生已經叫你限鹽限水，或者本身有痛風、腎病問題，更加要按自己情況聽專業意見。第4樣係西瓜，西瓜一講出嚟，陳伯就笑，哇，呢樣我最識，夏天我可以食半個。我即刻同佢講，正正就係因為你太識食，先要學識收手。西瓜水分多，炎熱天氣食2-3件的確清爽，但西瓜同時有天然糖分，唔係因為佢叫水果就可以無限量食。陳伯以前夜晚睇電視，拎住半個西瓜，用匙羹一路挖一路食，食嗰陣好過癮，但食完夜尿多，半夜起身幾次，第2朝又冇精神，本身血糖已經唔算理想，咁樣食更加唔穩妥。後來屋企改成切細件，一次2-3件，放喺下午食，唔再臨瞓前捧住半個西瓜。食完之後，亦唔會因為個口甜甜地就再開罐汽水，分量一改，陳伯夜晚去廁所嘅次數少咗，個肚亦冇再咁容易脹，所以西瓜唔係唔食得，而係要識得停。特別係血糖高、腎功能唔好、容易肚瀉，或者醫生已經要求限制水分嘅人，食之前要更加謹慎。第5樣就係雪梨同橙呢類水分較多嘅水果。陳伯牙齒唔算好，咬硬雪梨有啲吃力，佢個女就將雪梨切細件，有時蒸軟少少，等爸爸容易入口。橙就分開一瓣一瓣，放喺下午食少量。以前陳伯覺得果汁健康，成日一次榨3-4個橙飲一大杯，後來先明白水果打成果汁之後飲得快，份量又容易過多。你叫佢一次食4個橙，未必食得落，但榨成一杯幾分鐘就飲晒。所以身體情況一般、血糖需要控制嘅老人家，多數時候直接食完整水果，會比飲一大杯果汁更加容易控制份量。當然，如果本身吞咽困難或者牙齒問題嚴重，就要按實際情況處理。必要時問醫生或者營養師點樣準備先至安全，唔好自己夾硬食。陳伯慢慢改咗1個月，屋企張飯台冇多咗乜貴價補品，亦冇日日出現所謂神仙水。朝早起身先飲幾啖水，早餐照樣飲茶，但茶冇以前咁濃，亦唔再由朝沖到晚。去公園帶個細水樽，行完一圈飲幾啖。午餐有番茄或者冬瓜，食物煮得清淡。下晝有時食幾片青瓜，有時食2-3件水果。晚餐之後唔再捧住半個西瓜。臨瞓前亦唔會為了補返日頭冇飲嘅水，一口氣灌幾大杯。過咗一段時間，我再見到陳伯，
佢話自己唔敢講身壯力健，但下晝冇以前咁容易頭暈，口乾少咗，個胃舒服咗，連老伴都話佢個脾氣冇咁燥。點解脾氣都會有分別？因為人身體唔舒服嗰陣，個心自然容易煩，頭重口乾冇精神，夜晚又瞓得差，邊個人仲可以成日心平氣和？身體舒服少少，個心先有餘地靜落嚟。不過你一定要記住，青瓜、番茄、冬瓜、西瓜、雪梨同橙，只係日常補充水分嘅幫手，唔係治療疾病，更加唔可以完全代替飲水。真正關鍵始終係4個字：少量多次，唔好等到個口乾到裂先飲，亦唔好一次過猛灌。食物就分散喺3餐同日常裏面，根據自己嘅脾胃、血糖、腎臟同心臟情況去揀。有啲人聽到呢度可能會問：我每日究竟要飲幾多杯水先夠？呢個問題冇一個數字可以套落所有人身上。天氣熱唔熱？你出汗多唔多？平時食嘅食物水分多唔多？有冇發燒或者肚瀉？同埋本身有冇心臟病、腎病，都會影響身體需要。最穩妥嘅唔係死記一個杯數，而係結合自己身體發出嘅信號，再跟翻醫生對你嘅建議。尤其有心衰腎功能問題，或者醫生已經明確叫你限水嘅人，千萬唔好聽完夏天要補水就自己突然加到幾公升。別人適合嘅分量放喺你身上未必適合。易經講變化，世間冇一樣方法可以離開時間、環境同個人情況永遠照搬。補水都一樣，唔係越多越好，唔係越凍越解渴，亦唔係水果越甜、湯水越濃就越養人。真正識養生嘅老人家，識得觀察身體，亦識得守住分寸。陳伯嗰次經歷最值得記住嘅，唔係邊5種食物，而係佢終於明白一件事：身體發出嘅小提醒，唔好次次當冇事。口乾、頭暈、尿色深、冇力，可能同天氣熱同水分不足有關，但亦可能同其他健康問題有關。如果症狀明顯持續，或者出現心慌、反應慢、神志唔清、行路不穩，就唔好繼續喺屋企靠西瓜同涼茶頂住，一定要盡快求醫。養生係照顧日常，醫療係處理風險，兩樣唔可以混埋一齊。人活到某個年紀，真正養住身體嘅，從來唔係邊一樣貴價補品，亦唔係聽到人哋話邊樣好就一窩蜂食到盡。最緊要嘅始終係2個字：分寸。易經講陰陽消長，凡事有進就有退，有開就有合。夏天身體出汗係向外散，水分同津液補返入去就係向內收。一出一入本來係身體自然嘅節奏。最怕嘅就係只顧住出，唔記得補，又或者發現唔夠就一次過補到太多。前者容易乾，後者又可能變成負擔。所以老人家夏天補水唔係一場鬥快鬥多嘅比賽，唔係今日聽人講每日要飲幾多杯，就由朝到晚攞住個水樽逼自己灌，亦唔係見到青瓜、西瓜、冬瓜水分多就當飯咁食。真正識養生嘅人會守住幾個分寸。第一個分寸就係唔好等到口渴先飲。好多老人家最常講一句：我都唔渴，點解要飲？但人上咗年紀之後，身體通知你口渴嘅感覺，未必好似後生嗰陣咁明顯。身體可能已經流失咗一部分水分，個口先開始覺得乾，甚至有啲人個口都未乾，已經先出現頭重、冇力、冇精神。陳伯後來學識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叫做跟住生活飲，唔使全日望住個鐘。亦唔使計算到每一啖有幾多毫升，朝早起身飲幾啖，食完早餐如果要出門再飲少少，行完公園買完餸返屋企坐低歇一歇又飲幾啖，下晝食水果或者食點心嗰陣配少量清水，晚餐前後
按自己情況補充，但唔好等到臨瞓之前先突然記起全日冇飲水，一次過灌2-3大杯。咁樣做，水分分散喺一日裏面，身體比較容易慢慢處理，個胃亦冇咁辛苦。有啲老人家記性唔好，可以將水杯擺喺平時最常坐嘅位置，飯台一個，梳化旁邊一個，見到就飲2-3啖，唔使一次飲到飽。屋企人亦唔好成日用鬧嘅方式逼佢，你又唔飲水，一陣病咗又要人照顧。老人家聽得多，個心自然會抗拒。你可以換個講法，天氣熱飲2啖先，等陣行路舒服啲。照顧一個人唔單止要俾啱嘅東西，仲要用對方聽得入耳嘅方式俾。第二個分寸係少量多次，唔好又急又凍。夏天由街外返屋企，成身汗，第一反應當然係打開雪櫃，拎支冰水一口氣灌落去，嗰一下真係爽，但爽唔一定等於養。尤其老人家個胃本身比較弱，剛剛喺外面曬完，身體仲熱，突然灌入大量冰凍飲品，有啲人會即時胃痛、肚脹、反胃，甚至成個人打冷震。所以由外面返到屋企，唔使急住同個水樽搏命，先坐低抹乾啲汗，等呼吸同心跳慢慢平穩。飲品唔使滾熱，常溫或者微涼，自己飲落舒服就得。先慢慢飲幾啖，隔一陣再飲。我唔係話老人家一啖凍水都絕對唔可以飲，更加唔係將凍飲講到好似毒藥咁。重點係你本身體質點，個胃受唔受得，同埋飲嘅速度同分量。有人飲半杯微涼水冇事，有人飲2啖冰水就肚痛。自己身體嘅反應往往比網上一句絕對講法更加值得參考。第三個分寸就係食物可以幫手，但唔好將食物當成無限量嘅水。青瓜、番茄、冬瓜、西瓜、雪梨同橙都可以放入夏天飲食裏面，但每一樣食物都有自己嘅特點。青瓜清爽，但脾胃弱嘅人唔好雪到冰凍，再一次食成大碟。番茄容易入口，但唔好鋪滿白糖，亦唔好煮到又油又鹹。冬瓜可以煮湯，但唔代表要飲幾大碗濃湯，尤其湯裡面落咗鹹豬骨、火腿、瑤柱同大量鹽，飲完覺得口乾，一啲都唔出奇。西瓜水分多，但有天然糖分，食2-3件係享受，捧住半個一路滑，分量就可能過頭。雪梨同橙都可以適量食，但唔好因為叫做水果就一次榨4-5個飲晒。完整水果通常食得慢啲，分量亦容易控制，變成果汁之後幾啖就飲落肚，好容易唔覺意過量。仲有一點，老人家補水唔可以淨係盯住清熱2個字。有人一到夏天，朝早涼茶，中午冬瓜湯，下晝綠豆沙，夜晚西瓜，全部都揀偏清涼嘅東西。食2日之後開始胃口差、肚瀉、手腳冇力，仲以為自己身體濕毒太重，要再飲多2杯涼茶，呢個就係唔識得平衡。照中醫嘅意思，脾胃好似身體運送水谷嘅中轉站，你食落去嘅嘢要靠脾胃慢慢消化同運送。食物本身有水分係好事，但如果全部又凍又生又涼，個胃受唔住，食得再多都未必舒服。所以5種補水食物唔係叫你一日之內全部食齊。今日食番茄，聽日煮冬瓜，下午揀2件水果，輪流搭配就得。養生唔需要排場，最需要嘅係長久。第4個分寸就係要識得睇身體發出嘅信號。尿色係一個比較容易觀察嘅線索。一般嚟講，如果天氣熱、出汗多，尿色比平時明顯深，氣味又重，去廁所次數少咗，同時仲有口乾、頭暈、疲倦，可能代表身體水分唔夠。但尿色亦會受食物、藥物同疾病影響，所以唔可以單憑顏色自己落結論。
最穩妥嘅做法係睇整體情況。例如陳伯嗰次，唔單止尿色深，仲有尿量減少、頭暈腳軟同心跳快幾個信號一齊出現，就唔應該再當普通熱氣。如果老人家突然明顯冇精神，叫佢反應好慢，行路搖搖晃晃，心跳得好急，持續嘔吐或者吐瀉、發高燒，好耐冇小便，甚至出現神志混亂、講嘢唔清楚，就唔好喺屋企繼續試邊種水果最補水。呢啲情況要盡快求醫，尤其老人家跌一跤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頭暈唔係一件小事，唔好成日用一句年紀大係咁就蓋過去。有時身體最初只係輕輕敲門，你唔理，等到佢大力撞門，處理起來就辛苦好多。第五個分寸係有慢性病嘅人唔好照抄別人嘅補水方法，呢一點我一定要講清楚。一般老人家天氣熱出汗多，要留意補充水分，但如果本身有嚴重心臟問題、晚期腎病、腎衰竭，正接受透析，或者醫生已經明確要求限制飲水，就唔可以聽到補水兩個字，突然自己加好多。因為對某啲人嚟講，身體排走水分嘅能力有限，飲得太多，水分積住，可能出現水腫、氣促、血壓變化，同樣會增加身體負擔。所以醫生叫你限水，連湯、粥、糖水、冰塊同埋一部分水分好多嘅水果都可能要計算入去。具體點計，要跟返醫生或者營養師俾你嘅安排。食緊去水藥、血壓藥或者其他長期藥物嘅老人家，夏天出汗特別多，頭暈或者血壓唔穩，亦唔好自己停藥加藥，更加唔好自己開一大杯濃鹽水飲。普通日常出汗，保持清淡均衡飲食，少量多次飲水，通常已經係比較穩妥嘅方向。真係長時間大量出汗，或者同時有嘔吐、肚瀉、發燒，就要按實際情況問專業人士，唔好憑感覺亂補鹽、亂飲高糖運動飲品。陳伯後來先明白，養生最大嘅誤區唔係完全唔做，而係做得太用力。人哋話飲水好就一日灌幾公升，人哋話西瓜補水就一次食半個，人哋話涼茶清熱就日日當水飲，人哋話出汗會流失鹽分就自己開濃鹽水。聽落每一步都有道理，夾埋一齊卻未必適合自己。儒家講中庸，唔係叫人凡事冇主見，更加唔係叫人縮手縮腳。中庸真正嘅智慧係做任何事都識得睇時機、睇對象、睇輕重。夏天補水都係一樣。身體健康、活動多嘅人有佢嘅飲法，胃口弱、容易肚瀉嘅人有佢嘅食法，血糖高嘅人水果要控制，心腎功能有問題嘅人更加要按醫囑處理。同一杯水放喺唔同人身上，意義可以唔同。同一塊西瓜對某個人係清爽，對另一個人就可能係負擔。真正懂得照顧自己，唔係死記一張餐單，而係慢慢認識自己副身體。你知道自己幾時容易口乾，知道食凍嘢會唔會肚痛，知道邊種藥會令自己去廁所多，亦知道醫生點解叫你限鹽限水。呢啲認識先係晚年最可靠嘅養生本錢。陳伯而家出門仍然會去公園，仍然會同班老友捉棋。佢冇因為一次頭暈就嚇到成日唔敢出街。不過佢個袋裏面多咗一個細水樽，行完一圈坐低飲幾啖。中午返屋企，飯台上可能有一碟番茄煮蛋，或者一碗清淡冬瓜湯。下晝天氣熱，老伴切2、3件西瓜俾佢，食完就收起，唔再捧住半個一路食到瞓覺。佢有時會笑住同我講，原來養生唔係要戒晒所有好食嘅嘢，係要學識幾時停。我話你明白呢個停字，身體就少好多辛苦。人生好多問題都係因為唔識停，嬲到盡頭唔識停傷感情，食到頂住唔識停傷脾胃，攰到冇力唔識停傷精神。口渴先猛灌，
亦係因為之前一路忍住冇喺適當時候停低照顧自己，所以今日講5種補水食物。表面上講嘅係青瓜、番茄、冬瓜、西瓜、雪梨同橙，其實背後講嘅係人點樣同自己副身體相處。唔好等身體出大聲先聽，唔好等到跌低先承認自己要小心，亦唔好將年紀大當成乜都冇得改變。由今日開始，朝早飲幾啖水，出門帶個細水樽，湯煮淡少少，水果食到適量就收手，留意自己尿色同精神狀態。有慢性病就跟返醫生建議做，全部都係小事。但晚年嘅安穩，往往就係由一件又一件小事搜返嚟。聽我講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說話對你或者屋企老人家有少少提醒，就請你將呢條片轉發俾最關心嘅人。有時一條片未必可以改變一個人一生，但可能會提醒佢出門之前飲2啖水，亦可能會令一個仔女多留意爸爸媽媽今日有冇頭暈，有冇食飯，有冇因為怕去廁所而成日忍住唔飲水。你動一動手指，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唔單止係支持我繼續講落去，亦係將一份照顧老人家嘅善意傳出去。佛家講隨喜，見到有益嘅事願意幫手傳開，本身就係一份善念。今日可以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補水有道，提醒自己水要飲，但唔好亂飲。食物可以幫手補水，但唔好過量。身體有信號要認真聽，有病有藥就按專業意見處理。願每一位老人家夏天都飲得舒服，食得安穩，出入平安。亦願做仔女嘅多一份耐性，做伴侶嘅多一句提醒。一家人喺最熱嘅日子裏面，仍然可以互相照顧，心靜身安。等我哋喺留言區一齊善念共振，祝福大家。